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房企都是坏消息首先是企查查 APP 显示近日姚振华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5.6亿余元。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截至目前这个姚老板这儿已经有54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469亿余元。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这个我记得8年前还是9年前，姚老板被称为资本市场野蛮人，差一点就拿下了万科。现在呢叫物是人非，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华夏幸福，这也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说近日华夏幸福因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被涞源县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这个华夏幸福为什么老说他呢？因为他是应该是咱们这个1000亿房企，就是规模比较大的房企里面第一个爆雷，完了之后他又债务重整成功之后又进行破产重整的这么一个房企，也就是他是这个整个爆雷房企的这个叫先行者。言下之意就是现在的碧桂园、融创、其他的什么爆雷房企他们我认为恐怕最终都要走上华夏幸福这条路，就是先债务重整，债务重整成功，3年以后破产重整。华夏幸福现在就在搞破产重整，已经变成老赖了。所以不要看现在很多爆雷房企天天吹自己境外债对吧重整成功，境内的债重整成功没有用3年以后恐怕还要爆雷破产重整。这个什么债务重整成功只是延缓，缓一口气最终大部分都要步这个华夏幸福的后尘。所以咱们的节目里面经常介绍华夏幸福，实际上就是预示融创、碧桂园还有什么花样年等等就那爆雷房企未来他们都是这一条路这个民营房企对吧，现在身陷囹圄，在开启渡劫模式，咱就不说了，咱说一说这个好学生，说一说这个央企。财新网他今天有个报道叫2025年盈利创10年新低，招商蛇口继续严守资金安全，房地产形势尚未好转，开发商业绩仍在承压。央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月17日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年招商蛇口营收1547亿元，同比下降14%，净利润10.24亿，同比暴跌75%。有没有闻到一点不祥的味道对吧？前一阵子咱们介绍那个央企一哥保利，现在这个央企的三哥招商蛇口应该是排第3吧，或者第4吧。2025年忙一年也就赚10个亿，卖了1500亿就赚10个亿，这么下去的话，我觉得今年就应该亏损了。所以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很肯定的说，如果今年韭菜还是不买房，还在这么犹犹豫豫，那今年很多央企就开始亏损，明年就要爆雷，2027年现金流会出现巨大的问题。财新网说过去5年招商蛇口持续承受盈利压力，那肯定的，恒大一爆雷以后，这房地产就不行了。该公司规模净利润在2020年至2022年间连续3年下滑，2023年恢复正增长，2024年招商蛇口重新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也就是房子卖的挺多，但是利润越来越低，雷正在向央企开发商逼近，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房地产行业里面一个黑马或者叫另类吧，滨江集团对吧？这个2021年恒大爆雷以后这个滨江集团应该叫逆势飞扬，逆势拿地这样的新闻非常多。最近滨江集团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并套现8.5亿元，也就是滨江集团的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开始减持卖股票了。当然他卖股票什么原因，这咱不过多的去讨论了。他这个卖股票很多网友这资本市场很关注，认为他这叫清仓式减持，这个咱们也不过多的解读。总之在这个时间点爆出这样的新闻，我只能说叫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让子弹飞一会儿对吧？你想现在这个房地产这个行情下谁都不容易这个文章说滨江集团主动下调销售目标，严控负债，聚焦核心区域，以踩刹车的审慎姿态，在房地产深度调整期走出一条高质量稳健发展路径，彰显区域龙头房企的责任与定力。投资布局上，公司保持审慎积极态度。2026年土地投资额计划控制在150亿到200亿，严格执行622投资比例，60%的资金投向杭州
州，20%投向浙江省内其他城市，20%投向以上海为核心的省外区域。这一布局既坚守杭州基本盘，又适度拓展长三角高能级城市，实现区域分散与风险控制的平衡，告别盲目扩张，转向精准投资，从冲规模到提质量，滨江集团战略换挡。但是大股东清仓式减持，这里面恐怕不那么简单啊！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再看这个媒体报道说贝壳也是最大的那个房产中介吧，大规模裁员近16000人。根据公开财报数据，贝壳2025年全年员工总数减少15827人，从2024年底的135000人降至2025年底的119000人。这一变动主要源于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背景下的业务调整。2025年贝壳新房交易总额下降，导致支付给合作经纪人的外部佣金成本同比减少 8.3%， 链家经纪人内部佣金及薪酬成本减少 6.6%。 也就是说2025年这个房产中介日子也不好过，贝壳的裁员16000人呢。我们再看这个机构是怎么看待楼市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基于高盛的报告是一份高盛深度报告。这个报告里面还有专家秦红女士的独到见解。这个秦红女士是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的原主任。她这个报告要点咱们简单介绍一下。根据专家的判断，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要持续到整个2026年，也就是2026年都是持续下行。虽然说最近有一些好消息，比如二手房卖得不错，对吧？这些积极信号，所谓的小阳春。但是这个秦女士提醒这些信号好像在冰面上刚冒出来的小嫩芽，看着有生机，但其实特别脆弱，因为底下那层厚厚的冰，也就是根本问题还根本没有化。这个例子举的还是比较恰当的比较生动和形象。具体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专家指出了几股特别大的逆风。首先是大家对工作对收入预期都不太好，谁还敢轻易背上房贷？也就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降杠杆，谁会轻易加杠杆？从长远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帮不上忙。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信号呢，就是房租已经连续19个月在跌，从周数比上看那也不合适，对吧？你租金一直在跌嘛，这基本上就是市场需求疲软的最直接的证据。然后呢，这国家这个去库存的政策说起来挺热闹，但执行起来要比大家想象的慢得多。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库存。这个库存这座大山很难去掉。说简单点就是盖好的房子根本卖不掉，堆在那儿堆成了一座山。这座山有多高呢？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高盛在80个城市里面抽样调查了一下，发现要把现在的房子全部卖完，就是80个城市中位数是35个月，也就是将近3年吧。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3年里面你不要开发新房子，不供应新房子，把现有的这房子卖掉，要3年。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市场，那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呢？一般是12到18个月，就是1年到1年半，这比较理想。所以你看看这个35个月，这什么概念？要把这个库存大山从35个月给它下降到18个月，这个健康水平，那要花多少钱？也就是那你这房子得有人买把它买走，得花多少钱把它买走呢？韭菜就是韭菜把房子背走高盛呢，他这个报告里面估了一下，这个数字是多少呢？2.9万亿人民币。大家想象一下就在这个情况下，把我们的库存整到18个月以下，那你要花2.9万亿，要么韭菜来买，要么政府你收除。所以这么一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病想给它治好不容易那现在采取哪些紧急措施呢？现在最核心的一个办法就叫去库存。你看今年这个对吧，政府报告里面说的就是去库存。首先是政府自己下场，或者让国企出面，把开发商手里那些卖不出去的房子给买过来，然后转成保障房什么的。那买房子的钱从哪儿来呢？地方政府可以发专项债券，央行那边有专门的再贷款工具，还有政策性银行，国企自己甚至是一些叫金融产品就是证券化，理论上都可以出钱。但是理论归理论现实
是另外一回事。刚才说了啊，我们需要2.9万亿来去这些库存，但是高盛的报告估算啊，它到目前为止真正投进来的钱大概只有600亿，2.9万亿对600亿，这中间差距那是一个鸿沟啊。所以高盛的报告实际上就解释了啊，为什么我们总感觉政策好像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啊，政府收储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好多人他是静态看这个问题，叫刻舟求剑。政府收储，它目的不是说政府把它收了之后拆掉啊，它收完之后，要么是保障房，叫廉租房，对吧？租的便宜，要么就变成便宜的房子卖给那个很多职工啊，低收入家庭。你想想，政府把这提供到市场上去，还不是库，还不变成叫什么供应吗？本来很多低收入家庭他是要买商品房的，现在不用买了，对，我买保障房，那他就不需要买商品房，不就这意思吗？实际上，对吧？政府把这收回去之后，你只要推向市场，那还是又变成新的供应。所以这些很多拍脑门的专家啊，什么怂恿政府就把开发商手上房子买了，那都是叫治标不治本。你除非把买了这个把它炸了，把它拆掉。所以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高盛的报告说啊，所以说政策层面正在琢磨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想从根上把这个行业的规矩给改了。这个新模式主要有3大支柱，核心目标就一个，把钱管住，别再出现烂尾楼。第一个叫主板银行制啊，就是一个项目指定一家银行，从头管到尾，盯着钱怎么花。第二个叫项目公司制，就是每个项目的钱都是单独建个保险箱，开发商不能随便拿去干别的，也就不能把这钱拿来挪来挪去的。第三个也是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慢慢取消预售制。当然这是高盛的报告啊，实际上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啊，没卵用。但是高盛这个报告里面让我们知道了咱们的库存有多少，就是把我们的库存要搞到18个月，我们要将近3万亿。这个3万亿说实话啊，只有韭菜把它背走了才是真正的消化了，否则都不叫消化。那大家想象一下，韭菜能背走吗？在当前对吧，就业难降薪，大家预期不好的时候，你让韭菜背3万亿。所以高盛这个数字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楼市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新加坡联合早报啊，他今天刊登一篇报道，叫楼市松价格到位，中国1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回升。这数字咱就不说了啊，大家都是咱们天天念叨的。他讲结论啊，前面的是讲这个啊，北京、上海、深圳啊，这个二手房环比回升等等的好消息。下面联合早报说，他说不过中指研究院星期三就3月18日综合官方中介成交网签数据和自家统计发布的中国10大城市价格地图显示，京沪2月二手房价格跌势仍在持续，环比下跌 0.66% 和 0.43%， 其余8大城市也无一扭转同比和环比跌势。也就是不要看好像这个二手房卖的多了一点，好像多了一点啊，新房其实没有多，但是啊2月份啊价格同比环比都在下跌。从实际成交情况来看，上海一名资深房产中介受访时指出，上海目前成交热点主要集中在中环外，以刚需购房者居多，成交价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市场热度能否持续，要看下来500万至800万区间的成交情况。环球 CEO 智库特邀经济学家啊，什么赵广斌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限购政策松绑是本轮京沪成交量回升的主要原因。他说，近几年京沪两地持续执行比较严格的限购政策，压抑了大量改善和刚需购房。此外，这两地除了本地需求，还承载着外来购房需求。若没有政策性限购，正常的需求足以维持两地楼市平稳发展。这个说法有点乐观啊。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受访时则认为，本轮1线城市成交量回升受多重因素驱动，包括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价格调整到位、供需格局发生逆转等。严跃进认为啊，当前市场核心矛盾已从去化难转向优质房源供给不足。以上海为例说啊，上海二手房挂牌量自去年5月进入下行周期，如一大型中介春节后挂牌量就从去年17万套降至今年的8万套，加剧了市场的紧迫感。他研判啊，说3月下半月通常是网签高峰期，上海传月二手房网签量极有可能突破3万套，创下近年来月度成交新高。这一水平将是检验市场回暖成色的关键指标。这是联合早报啊关于中国楼市火爆的一个报道，就是成交量啊二手房有所回升，但是价格还是在下降。实际上我在好久以前的吧，年前我就说了，这个小阳春是预料之中，但是啊5月份它就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可以说叫乍暖还
寒。要说这一波小阳春呢，积极信号也是有的，你不能说一点积极信号都没有。根据第一财经报道啊，北京的售楼处确实今年比去年热闹，记者跑了不少楼盘，发现到访量、成交量都在往上走，转化率也在提高。这背后有个关键因素，去年以来社保年限放宽，房贷利率下调，这些政策实实在在的把一部分首次置业的人推了出来。深圳的情况类似啊，二手房签约量连续3周往上走，创了近1年的新高。而且啊，这个业内判断啊，这不是投资客杀回来，而是之前被压抑的自住需求，也看到这个价格稳住了，也看到什么小阳春回暖，所以他们迫不及待的啊就冲进去了。上海这边呢，据说啊，2月份二手房价格环比涨了 0.2%， 虽然涨幅不大，但这是近10个月以来第一次转正。你要说积极信号，这些都是积极信号，但实际上呢，刚才那个住建部的对吧，前主任呢秦红已经说了，这个只是冰面上的一丝绿芽，因为只盯着二手房看，必然会高估这轮行情的成色。因为现在啊，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二手房热，而新房冷。深圳二手房签约量创新高，但新房住宅的成交量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变化，单月基本在2000套以下徘徊。而广州那边一样，除了核心区的豪宅还能卖出，远郊和刚需盘还是靠一口价特价房在走量。这个实际上就说明啊，现在进场的大多是冲着性价比去的，二手房价格调整比新房充分，也就是所谓的省盘啊，又是现房，没有烂尾风险，成了刚需的首选。这个很多中介没说到点子上去啊。为什么二手房火呢？因为这个小阳春主要跟学区房有关系，人家买了房子之后马上就要办手续，户口就要迁过来。你买新房，新房那是期房，大部分新房都是期房，你买了之后现在交不了房，明年交，那他不赶趟啊。所以很多这个房产中介啊，这个什么所谓的专家说的也就那么回事啊。所以大家就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小阳春呢，它一个特点就是二手房挺火的，卖的是挺多，但是新房没有影响，跟新房无关。买了你新房，你明年交，我明年把户口迁过来办房产证，对吧？你交了房之后才能办房产证啊，办了房产证才能把户口迁过来，户口迁过来，这孩子都上2年级了，咋弄啊？转不过来了，明白了吧？实际上啊，与其只盯着这个中介或者这些第三方机构公布的这些数据，房价还有这个什么二手房的什么成交量等等，就看这些数据，还不如看央行的那个贷款，央行的统计数据。1到2月份呢，全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加起来只有1654亿元，比去年同期少了2131亿元。也就是你吹一千，你怎么吹的吧？你怎么扯？反正1月到2月新增的贷款就是韭菜啊，中长期贷款那就是买房的，基本上只有1654亿，比去年少了一大半，对吧？这个数字铁证如山，说明韭菜对于贷款买房这个事情依然非常谨慎。所以你联想到刚才这2.9万亿，你说谁去贷啊？这2个月才1600亿，或者是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对吧？一方面是那个央行公布的贷款没有增加，或者贷款急剧减少；一方面说，这边二手房成交还挺火，那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呢？就是大家都是尽量啊不借钱买房，就是不去银行贷款，尽量是自己攒够了钱买，七大姑八大姨借，要么自己存款攒着差不多了买，总之不加杠杆。所以在那个央行那边体现出来的就是居民中长期贷款不仅没增加啊，对吧？还在下降或者增速下降。但是这边你看说二手房你卖的挺多，那只能这么解释啊。那这个解释呢就更麻烦了，哪有那么多韭菜说钱攒够几百万的，对不对？这一波韭菜够完了就没了，你后面你说等到你们再攒个几百万去买房，那就攒到猴年马月啊，那这就必然会导致后面啊这个新房二手房这个销量断崖式下跌。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悲惨的故事啊，大厂码农啊买房的悲惨故事。今天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叫2026年37岁在字节被裁，房子卖完手里仅剩下8万元。字节啊那是绝对的大厂，对吧？待遇也不错。37岁那你说简直对吧？这就是最悲催的码农啊，过了35岁基本上对吧？人嫌狗不爱。他这文章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以前我在北京漂过8年，前几天跟一个北京的好朋友发来消息，说是年前被互联网大厂裁员了，看到我心里发堵。他硕士毕业就来到北京，拿到了阿里的 offer， 拿到了北京户口，当年也是很风光的。严格来说他已经不能算北漂了，有北京户口不能叫北漂了啊，就是北京人了。后来他从阿里出来进了字节，收入比较多的那几年，年终奖一笔发下来，个人所得税直接扣掉17万，这什么概念啊？那他这年终奖至少
要给他发50多万、60万年终奖啊，那再加上工资呢，对吧？那他妥妥的年薪100万啊。那你年薪100万的在北京买房，那不就是顺其自然吗？这叫什么水到渠成的事吗？2020年他在北京买了房，还买在了寸土寸金的海淀，这悲剧就开始了啊！你说2020年买的房还在海淀宇宙中心啊，对吧？那是泡沫最高的地方，很不幸赶上了房价最高的时候。当然这也是回过头来才能看清楚，当时99%的人都认为房价还会不停的上涨。确实啊，那时候房价永远涨嘛，就没有人会相信房价会跌，对吧？那就涨到海淀那边涨到15万一平、20万一平，还有人买，认为以后有人会30万一平去买。可惜啊，恒大一暴雷啊，这一切就戛然而止啊，击鼓传花游戏就传不下去了。当然了，对这个码农致命一击，那还是裁员。如果不裁员的话，他还能扛。2025年年末，37岁的他被优化，房贷背不动了，不得不卖房减压。你没有收入了，你怎么还按揭贷款呢？对吧？那只能卖房啊，因为房价下跌的太猛，首付亏光了，只能借钱卖房。卖完房，兜里只剩8万块，10几年奋斗付之东流。确实啊，你看阿里也待过，字节也待过，那对吧？便宜都让他占了，都是高光时刻啊，对吧？研究生一毕业就进阿里，然后跳槽去字节，工资对吧？估计涨了1倍。但是就这么对吧，顺风顺水也顶不住他一下买房。很多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年轻网友可能会说他当初选错了，但是站在我们过来人角度看，他每一步都是当年那个时代人人羡慕的标准答案，对吧？每一步都踩在风口上面，只是时代变了，风停了，那站旧站需要你一个人硬着头皮结清。绝大多数人的成功路径写死了。什么写死了呢？成功路径是进大厂拿高薪买房安家，他们把身家性命全压在了一份工牌上。但大厂不是保险箱，行业说翻脸就翻脸，一旦过了35岁，找工作就是地狱模式，年龄成了死穴，高薪成了累赘。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过去10几年我也梭哈在光伏行业，从北京国企到苏州，我以为新能源行业是刚需，这个行业还会高速发展100年，结果2023年公司说没就没，我40多岁带着一身过时的技术在苏州街头碰壁，面试官那个眼神我现在都忘不了，不是嫌我贵，而是嫌我老。1个多月面了几十家，连一份5000块的基础岗都求不到。那一刻我才顿悟，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赌注有多大。但是这个就是90%的牛马的命，没有办法。如何逃脱这种命运的这个诅咒，那只能靠自己啊，脱离这个漩涡。当然了，这个码农啊，主要是买房高位接盘，完了这个被裁，2个凑齐了，所以他就完了。如果2个只集齐一个无所谓啊，对吧？如果这个码农他没买房，他被裁其实无所谓，他手上怎么着恐怕200-300万、300-400万，对不对？没工作就没工作呗，能把他怎么着？妥妥的人生赢家，对吧？这样的一个人啊，标准的令人羡慕的，对吧？这妥妥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结果呢，给他安排的结局啊，不是很完美。这个10几年白忙，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又是一个越努力，对吧？越优秀越惨的一个反向案例啊。怎么说呢？都是过于自信，对吧？就没有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呢？就是说你得做好失业的准备。如果失业了怎么办？很多人他不这么想啊。我经常提醒大家，你要做好失业准备。很多人就说，我怎么会失业呢？对吧？我现在是公务员，我现在是老师，我现在在公司是中层，对吧？是当红炸子鸡啊，离开了我公司就赚不了，我怎么会失业呢？对吧？这就属于认知障碍。你要考虑的是你失业了怎么办，而不是会不会失业，对吧？这是2个问题，会不会失业和失业以后怎么办，这是2个问题啊，对吧？你每个人要面对的是失业了怎么办，而不是说会不会失业。如果你说我失业了我就完蛋了，对吧？那我就不能买这个房。如果说我失业了不在乎，对吧？我10年都没事，那你就买。你把这问题搞明白，你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这叫底线思维啊！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啊，只能是底线思维。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